了，因为呢，这个那么给帮没是层面工地了，他提的我让做个那么给帮没是层面给拆起来在了，看么伊那个路上给家不也点的学了家的人了，他提的给路上给家不也点的做这些学业的看法是呢，我让做个新着做个我这城的，但是呀我这城的熊族的嘛，查下来的，就是这提到了等下要比那个当然因为啥子开始搞了做的什么，我让做个新着做个新忙个就听的了，听这听我吞的什么，他提的路上家不啦点的学业了，大概当过年车的车的嘛就超一些的，当过一年差不多的就碰到什么身边不来搞做产品解决了是的，他车的开始去了啦。大头子了，他大概给俺让做个新着做了，我呢成年给俺让做层面给亲戚边，他做从年起给厂长了插销呢，新着做给我呢成年透过在家就投标上边了，新着做了我呢努力给等到弄做努力的，刚刚城市呢他做给中介部了，你妈看就讲吧，阿鲁么节么给做下的地这的查出去了，新着做了呀，我呢成年他年这个天把的，就刚刚忙个就车我一那天刚刚查了天把可能查出去了，听人家什么，他人家层面工地了，当然有那个坑堆加州给国大的厂下呢，加州人把给国大停车这呀，修才了路上家不点的修呢，车去推是路就大数，我呢成年给推的南北公路路上给交标给小西特别给停车给是过去修了加油了，拖起去了，他提的车几个了，空着灯呢，俺让做给检查的屋里呢怕嘛，他俺让做给路主一呢，路基一呢，熊小比一这一呢，他当刚刚爬起当厕所了，他熊小一这提了，也呢空着灯给屋里给塞都忙着呢，就是过去修也赢了，车几个了，他看见出去了，请你厕所东吧慢慢的，看么一呢，个咧刚刚忙个是让你用掉，看么就赢了，听人家什么忙早做给刚刚的，当然给刚刚的差人家什么，俺让做层面给差了入息了点，程度的多少几只，俺让做层面差了入息了点呢，俺让做场面给我那成的超过那么几了多头呀，或者不要做引入这个多了一个比头呀给，看这几个给他切头呀给层面给如果10个月什么时候转变说，俺让做年初底这老的long这个企业的这车上去帮助那估计看起来那个你了点的车来超那你们下来推起下几遍了，你们准备完了下来推起下几遍了，拉拖这就搞了。空着当时就上班完了，我呢成天天天给你们能洗的，他提的当然人家给你了嘛，啥子去追，路上家不啦，点的就是了家人的空，我呢成天5年的时间，我嘛确实这么把撇脚了，人家厂嘛啦给我这城市啦，他俺那做层面给热瓦，俺那做层面给铺上，俺那做层面给地基，俺那做层面给他看见住那。他投资了，他提的路上家不啦了，大概啥子人这去接着路上家不啦，点的去了家人的，空给消息做出了，但俺那做层面给新做层面给3对分析做出了，第一点什么俺那做层面给，我那个今年按差不多俺那做层嘛程度多少几只，差了入息那点的俺那做给中国空调当时了，给你大年3就开始搞了，今年来着的，今年给新港去往东九街吧，长沙这边俺那做给中国空调当，听着这俺那做层嘛了，第有的什么提那个层面给夹脚，俺那做个中国空调当给切到，俺那做层面给别做湖州引入这个多了1个比呢，俺那做层嘛的提这个啥事情上班完了，吃饭能了，肉头别个什么事情层面就让拿了，他就去搁这去。他去搁这去说了，这人家他们来他去。